阮毋是花，阮是菜。好，什么意思咧？啊，亲像花对无？好，再来。古水营养人人知。文化也是阮上爱。我开店的声。啊，嘛无要紧，我有啊。我来了，如果我来烧掉，我开店的声就可以。看有啦哦。有。我看这没写哎。有没有？有啊。你说有还是没有？结果我就帮他说有没有。饭啊都知道。有啊。语音啥？没有，连包包都没有。啊，当然要按好过啊，哈。啊，对啊，那时候那是我知道吗？那不要说嘛。好啥？好，什么呀？好，因两个人咧。好，第一个桥啊。球啊，球啊。球啊，桥啊是个花，花是个花。安尼，桥啊是个桥啊。桥啊！啊！我上古水安尼吼，要安尼了。你讲伊坚持安尼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桥啊！啊！我上古水啊，安尼古水，吼，古水哦，哎，古水。来，花美开始。来，我的菜头。来，我的布袋戏。顺我食声。菜头堆。金龟食着咪咪咪。来有很好，可以坐下休息。讲台语，今仔日讲台语，赞，好，来，咱比哦，是世界强，有看到啦吼，世界强啦吼，所名好了好哦，有啦吼，我甲你骗啦吼，好来，滚滚，对无？啊，滚滚你会做到活的，所以大家行路爱细意，尽量听代志，是。哦，安尼哦，委员讲恁的声音无炸出来，麦克无炸出来，大声讲无炸出来，有听到无？愈款的料理甲点心拢总好食。哦，那巴肚呢，食甲丰气哦，食拄拄好就好。绘本，哦，这绘本呢是咱委员呢最用心的，拜托一寡，请爸爸妈妈。带你来园区内底拢有放这册，你会当逐个乡镇看。因为董事长周清友周董事长，咱即马用咱的默契来甲欢迎一下好无吼？来，咱就讲台语。
讲台语。就当输掉，赞啊！来，咱请就当输掉来。我惯是讲各位小朋友好无？好无？啊，头个阿强校长讲，伊叫做什么名？伊叫是什么人？阿公。现在你比阿姐，啊我比阿公，啊即摆你搁叫阿祖。你要叫无恁叫，我恁安那叫？较细腻落，叫你爱紧走。有诶人，老师各队诶老师。各位大老师，恁要注意听哦。有讲的人吼，啊，若讲对的人，毋知会当安那？真一个。真一个哦，好，咱真一个，啊是加分。伊甲大家讲，你最后来即边是毋是共款？我毋知影吼。就是讲，希望咱伫遮，恁伫厝内拢有听有台湾话无？有听无？听有无？了解就知吼。啊，这就是。台语甲台文，就是台是话，阿公阿嬷无甲咱到社会，无啥教的，无一定听有，不要紧。咱无人甲咱骂，也袂使甲咱讲，也袂使，就讲不要紧。所以毋免烦恼。啊，伫遮对咱高中是小朋友咧，大家伫遮，我定顶一天，打一礼拜挣的钱。结果吼，我逐日食饭食了，搁转去天。我等你去，我有天5碗诶。因咧食几碗？因咧食我一百碗，你大家拢互你食了了去，你要倒了啊！吼，不要紧，就是意思就是讲，伫遮会当交朋友。讲有影？好。啊有影？啊我无啥信心咧，大家拢安尼，会早起拢较侪分数咧。看咱3工表现了安那。希望大家拢会当足健康，拢足快乐，爱拢足细腻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会菜真厉害，阮毋是花，阮是菜，高水应用人知，阮是阮上爱。好来。赞啊吼！台湾的菜头好滋味，台湾的布袋真出名，顺我食香，逆我食红，我菜头味，要第一。哦，那是谁？上高水的桥啊吼，来。金瓜粿，金瓜甜，金瓜食着绵绵绵，大人囡仔拢喜意。阮是高水的金瓜堆，啊赞啊！好，好，金瓜菜，大家。人客来买，买一当去试看卖，试了若好，才过来。安尼猜无？搁一遍哦，我来听看还倒一堆上个。
画面哦，我拢是咧食圆的，买一个个，有个圆圆哇，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来开始，对对对，伊安怎？第二课啊，吃了然后加上线哦，好，安尼，互你3分钟哦，我即摆袂使迄个用影片互你看。头先啊，你说小伟老师来。来的歌你猜呀，来的歌你猜呀。欢迎不咸菜刀。歌你猜呀，歌你猜。来，歌你猜呀，歌你猜，来呗，买一当去试看卖，试了然后才过来。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歌你猜呀，歌你猜。好，你有看到伊的菜无？来的歌你猜呀！我吓坏了！歌你猜呀，歌你猜，来的歌你猜，来呀歌你猜，起呀那喝酒来啊！
是小叫起来，快快开枪！抓住人家，叫我们家，要天归地那那个，我跟阿母来开会路吧，要到开会他动，抓叫着门俩动叫我们。我给人叫来着。有其他没可以开哦。来，快点给他炸掉。炸。来，来，我走了，来。讲台语。台语。讲台语。看呀，赞。讲台语。哦。讲台语，我爱你。讲台语，啊！再来。再来。嗨，叫我对耶！嗨，你们无干啥？拢无。好了解。再来发一了对好，预备开始。高丽菜啊，高丽菜，一粒鱼鱼，食着脆脆脆。这个是我的。会当做沙拉，会当包饮料。高丽菜啊，高丽菜，欢美欢美，惊喜喜，一摆一摆拿喙齿，大人囡仔拢喜意。欢美欢美欢美，啊，赞啦！帅哥来了。你好，台湾的菜头，我倒霉，台湾的布袋戏，别靠背，顺我食生，天高脚，阮菜头队，就美丽。好，你看得好。书天高树，十赛六出八百军。好啦，大家合作伙哦，来对阿婆老师看啊，一口说出千古事。千古事对，真好哦。好来，什么意思？嘿，人的嘴，像你讲正香。再来一句哦，小人心头叫叮当。好，大家做伙哦。小人心头叫叮当。第二去学校，第三班去去，第四个去北医啊，不是有个马街医院吗？哦，去北医哦。第五，可怜的任务在有这样代志，进产就是种田的人，一个用食爱煮简单的菜，啊，恁台湾的菜那无几项，啊，无我要倒来开了吧？一定是他所以除了你自己的，除了你家己的以外，除了你自己的以外哦。来，有人唔知要空倒伊无？都有了哦。这本身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倒接出来讲，北海猪搁叫妈祖鱼，渔民看到嘛欢喜。这个时阵，大家来，你们两个来，你们两个来，你们两个站出来，来，出来呀，来做鱼呀，进来，来，你俩做鱼呀，来，鱼呀要安怎做？
有好啦，来开始来收一个来弟弟来，好，来5条，到时吼有人收了，哎，这只较好收，你看，哎呦，紧走，紧来走的哦，弟弟。现在画电视机也是如果你经过网，因为那个他用电话，你好，对，第2条。安尼有够无？安尼，电视手感比较好，我不高兴。安尼，食饱，伊就爱甲带起来食，吼，互伊做成，吼成就当落去凡间，安尼，知影无？吼，安尼有听有无？吼，凡间的人凡人吼，凡间的人吼，你无爱去天顶做成就辛苦，干那一个人是安尼，吼，你要甲大家建做伙，要跟大家待在一起，吼。第一讲了即句话进前，你爱讲饱，吼，饱，你有食饱无？伊讲即后，等下讲饱，吼，伊就袂当带你起来，吼，咱记比一个哦，吼，你有食饱无？好哦，安尼嘛伤慢哦，吼，爱像咧打断我的话一样，插话一样，吼。好，行礼，啊，举讲，大家好，嘿，你看你先讲，高丽菜的对好，开始，高丽菜啊，高丽菜，然后到时候那个低多笑有没有人闹成的？无吼，安尼知影吼，好，安尼拢会晓吼。来，同学，那今天讲啥？阿妈，我煮电视啊！啊，来，好，手甲动入去，甲伸入去，好啊，来啊，来，保证你3秒，哦，3秒，来3秒，你看，大家拢做好走的，你看，走起，来，阿妈走起，哦。紧来走啊，吼，放水鱼红包，吼，拢袂少哦，来动起来咯，来看谁比较会跑，走，哇，来走的时从右边，来走到中间，哦，好，很好，平头走，哎，去往你闯，来哦，咱接着来走到高油才成功啊，咦，我看看，这个步骤。我甲你标的时，手啊那个，手啊端起来，平手，哇嘞，对，3秒，那就先成功啊！不然你飞起来，1、2、3，飞，哇，可以。来，我看第一个成功的，来，我看一下第一个成功的。这个来，恭喜你送礼物上标，超雄飞哦！哇，来，抱着飞起来，飞，走，应该走，飞起来。阿妈飞起来，哇，上来，飞起来哦，对，到了，不让去鼓励来参加往前去，鼓励来参，哦，漂亮，哦，我们头哦，来开始，好来啊。很漂亮，哦，那传，对，不然都这样情况嘞。先呢，把也要挑2个出来提给，我们大学生跟小学生，进 ，OK， 进，来，他可以吸，来，吸，来，他可以高，
5支，我来吃我7，哎7，哎对，来7，对啊吼，来7、4、5、7，镜头，一手咧，来看下正手边咧，讲台语真欢喜，安尼笑啊，吼，讲台语真欢喜，笑到大声，讲台语真欢喜，哇！哎呀，来个飞起来，来。哦，有了，这个姐姐很会劈腿哦，过关了，好，过关了，再来继续加油。来，好，过关了，哎，这个姐姐很稳，哎，今天黄美昨天多点赞，好来，哎，你在滑滑去哦，你在划船哦，来，还出去，5支镜头收起来，顺一支，甲洗起来，往前面放起来，就放起来。好，来开始，哦，厉害，哦，2个，哦，来2个，来再继续，还有2位成功了啦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也算，哎，3项全能的，优秀，哎，你是我们的玉米队的模范生，很强，还是你家里也不太记得，然后来请。老师水的，老师我刚才水太快。伊的空中射起来，射伊的衫裤卡去，伊的衫裤卡去，你手就落去安就好啊。来，手按起来，哦，算好，好成功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哎，3连霸，我真看好你了，加油！哎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好来，加油，趁4位的，衣服打开，你的手放进去就好了，来丢，好丢。哎，来，我就先说。一直互人踢球，来，东瓜跑进来。顶坑，龙虎啊，无像金龟迄款。金龟迄款啊，指它金龟迄款。A 个 B 个底。情爱我，那有像金龟哦。第一个拍家，练技龙拍波，然后哼一声哼，好，哼走前面，走到这里来，东瓜。当然，我没有玩，没关系，要记得带哦。明天中午的时候要记得带。早一些，早一点吗？你等我。好，然后不在一起困的时候还有对啊。耶。换过来。上去。喂。几点上？金龟。什么？金龟。金龟啊。我读平和国小。平和国小。大中华。好，大家讲啥？好，我是黄君和，我读南国国校大中华。好，大家讲啥？君和。再来是咱的犹太哦。我是陈犹太。我是陈犹太。我读平和国小。我读平和国小。大是中华。大是中华。好，大家讲啥？快点，预备，开始。
小一点，预备，开始。上帝已经搞开咯。上帝已经甲我开咯，上帝已经甲我开咯。马该一边哪看到，预备，开始。马该一边哪看到，一边哪看到我哪里美。马该你要动哦，爱听的。你们听听看，细调。我早上对，你看的好。3个礼拜，那你。好，来，就这。很有自信的笑出来。好，来，各位准备来，告大力家再开始。告大。这个伫外口，像我摕安尼，恁拢徛起来啦，对我配一个，吼，配一个来。然后老师都爱讲较细声的，恁这认真听，拢徛好，徛累，那我们中间，啊，我们要念的时候，有这个时阵啦，来吼，来，这不是咱对这第一粒吼，用啊，咱会当家己先做记号吼，第一粒来，安尼，迄个有无？安牵过来，手提安尼。知影无？手提，啊，这本袂使拿落去，安尼哦，安尼哦。日风无苦，西海花的西海花的
灵珠，爱附送来，西海花。西海花的灵珠，来，你开始。天气好，怎由人而乐？人而乐，去，再来几啊年跳过啊吼，来大家做伙哦，来歌步来预备起，算我啦，对啊，过来，过哦，看起来大家拢袂歹，你看啥话？行了。真够汤。民众是左手行规定经乱，也是对较爽。我内底有一件规矩公平。规矩够少，好来。每一个学生拢真水真缘投，干若有小金龟是伊滚土毋熟的，一直互人鄙视。龟大颗会用。我当龟的你定定，我当龟来拍家己来。我当龟大颗，个臃肿，炒菜丁汤拢有啊。我。啊我下。还有。我是龟小弟。无啦，我是。龟小弟啦，热天时大家人拢嘛真爱我。你像你。我若金龟嘞，刚刚有臭的超厉害。来你是啥？吼？过啊年行啊，好。我过啊年先做。好，来，一，放，做手拍做手，来开开，来架手，来，嘣，好，来四后边拍头前4、5，开开，真好，过来，架手来，架手，嘣，开开，就简单了对吧？好，来，3、1、这一手，这个右边，安尼来分啊，向上画，3就背后接向上背，开始背，背起来，哇，2只脚到开始变高低的，好，背起来，走，背起来，真好，你这5个我真好，走起来，1个、2个，有，来，都转起来了，来，都转起来了，收单。还有做工哦，然后你也慢3秒，然后你另外4、5、7，点头，下手，拍鼓啊，来看一下头前，来看一下左手边，来看一下正手边，来再看中，我讲咩对我讲哦。讲台语真欢喜爱笑哦，来讲台语真欢喜爱笑，1、2、3，哇！看好，来，没错，直接开始。中华八卦专场，1、2、3，花开白煞。枝啊花，嘛有。马梨花，哦，马梨花，甲金条。唔是好这个，是有囡仔讲话。该无输。该无输，请问你对得来？看得来，看得出来。你是讲你敢若较大，我敢若较小哦。到底
先收起来，然后老练做等于再练手做得好。有你的布袋戏哦，还有剧本就好。其他王爷画这武林。不要不了，太厉害哟！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后，来，再来。好海中来玩六路刮风起。起来，放下来，不许盖。来，好海中少数刮风起。哎，迄个。来，过来继续。来，等一下，你从小编出比鲁克来，来。好天宫妈祖新炸团用军机，传说镜头仔减一支，乌白中塔发光徛正正，啉做若有啥，尻川就会疼。你会讲恁做哪有啥？你讲恁做哪有啥？尻川就会，恁做若有啥，尻川就会疼。你奈袂啊？无啦，我是咧讲恁做着。你讲减一项，来。啊，伊即马后壁即马来看影片，看迄个放假，就背起来。去年迄个复地拢叫背起来，去年第二批。你等我一个啊，这个要不要？那这个好，还要吗？都要。你爱啥？快点。这个对不？你别看他干。哪位？这不会碰上去吧？不要放我心中啊！不要放上去哦。你给我听好。大概是在吃好食吧？好食哈。有，嘿，来个一个来1、2、3，耶！这个我你们按下就好。嘛是他拄仔迄个婷婷老，我甲有影那婷婷老师头头咧介绍的，即个伊一个真爱台湾、真爱台语咧推广。迄就是讲，你爸爸妈妈足无路用的，你无法度通啊，甲伊的囡仔，甲伊请到大班，让他去演戏。迄就是讲无啥事，互囡仔去学做戏，所以查甫人嫌，因为伊趁足侪钱。但是以前你若讲，这个是演戏做戏啊，都互人看过。期待两个。一个，两条的，两个，你要行丁字步，不是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，好来，一个，两个，按老师编一句话。
衣服，春天叠千金，地恶大地救世民，守护众人用尽心。应该把你给我出来。出啊！皇帝上爱食姜啊，为虾米？伊抗氧，伊会当吼，互你活咧吼，足侪血。皇帝若想要食侪话，紫色是国语，啊，咱用台语嘛，咱只台语。毋是国语，阮即个台语嘛是国语。你讲华语。安知无？知无？哦，老师我看袂到。来，对了。你来，你讲。聪明啊！哦，这个乖，阿妹，你来讲话。阿妹来啊！来，我先表。台湾的话剧，就是话戏的意思。话戏咧，每一个角色伊拢有伊特定的服装。都有知影？话戏有分做什么款的角色？你若是有报地戏的课的时阵，你有认真听。话戏嘛，差不多来有分倒几种？生。对吼，伊即个遮有真济，咱的命有看到？伊遮的命是不是拢有真济诗？有看到无？来，有看到一个位？啊，是在研究遮的诗，想要欣赏这些诗，吼，遮的诗你若要来欣赏，啊，背好了，咱拢会使QR code 甲扫出来，吼。哦，有安尼。毛黑。红鲫就是红鲫，咱头拄仔算的红鲫。红鲫是啥？鲫。螃蟹的，拢配袂掉安尼，拢配袂过哦吼，电火。你拢第二哦。你拢第二哦，好啊，好。咱昨讲等于爱注意的代志啊，其他的特点。好，你讲。哎，等一下，要看你了。看到人家阿小卡，
电卡的用它就啊，电卡的用它就啊，好，有一个就是你对我安尼做来，你来念啊，你对我安尼做，你对我安尼做，我就对你安尼做，我就对你安尼做，太无吧，就能下就拍，我就下就拍，太无吧。爱比哦。买大颗各种种，炒菜淋汤拢有我，啊无树顶果比看，会搁比搁对笑死啦。比，爱比啊，经过一个。好，那像一粒草石头。草石头，草石头，草石头。阮要表演的戏就是外国的选美比赛，即马先来听阮的队伍，经过队的队伍开始。经过站，经过地，经过食干咪咪咪，大人囡仔拢介意。较大声嘞。阮是古水的经过队，啊啥？后壁爱跳起来。今朝看到好的规个都内底，有一件规个讲笑。每一个学生拢真水真缘投，敢若有小金龟是圆滚滚土绿色的。我当过，我当过大好各种种，炒菜淋汤拢有我。啊无像。啊无像，啊无像，比，啊无像，金龟比看。会搁比，会搁比，会搁比，搁这，会搁比，比。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。我上边啊，热天时大家人拢嘛真爱我，哪有树顶果哦，伊搁歹食，地址拢歹大。金龟会搁大颗，若像一粒草石头。
爱试看嘛那个，就上顶间那个。你是爱拿哦，爱咱去把它搅拌，安尼拿对，安尼拿是就要每一颗每一粒糖咧，拢爱去倒着奶油，倒着哦，爱每一粒拢有倒着哦。来，我听咯。来哦，每一颗都要弄到哦。每一颗都要弄到。来，尽量弄在中间。来，这个。来，一拿这个最好的水果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不要弄太紧。对，安尼讲袂得咧讲。哦，咧讲咯，有听到无？我在找着。好，来手。安尼，好了，来，安尼。好，起来，哟！来，先快点啊！来哦，放一个，我把你叫了，安尼拿起来。别装了，来，谁装来再先啊？我来谁？好，你把这两块菜头过来，你把这两块菜过来，快点，去那边你可以。妹妹，看看，我讲了，我讲哈，来看看啊。我吃无？一战。所以会留其他的资料，啊，遐个资料拢会互政府，大家免烦恼吼，因为即马诈骗集团嘛足侪，所以大家烦恼。这大家会使你去教小甲小朋友互动吼，所以这半点钟大家会使伫遮找。爸爸妈妈，还是可能敢嘛有小弟的份吼，阿公阿嬷，各位家长大家好，真多谢恁，互恁的囡仔做伙来参加咱的起来舞会款哦吼，嘛无讲出大声，敢有？安尼靠，有影无？佮讲较袂细声哦，我想有诶有，多谢。有诶可能还无听有，所以阮认为讲，既然是台湾人，咱家己诶话爱听有，嘛才会晓讲。所以
若是注意有咧，啊，伊若听有着已经足好啊。咱先甲拍鼓仔一个啦，听有着叫爱听拍鼓仔，啊听有佫会晓讲，佫较好。啊，已经有着，啊，所以咱大家知影，即个园区，咱过去敢知影有即个园区？知影，有诶唔知吼。这是我做馆长迄30几年前诶代志。我做馆长诶时阵，收倒来几名，我甲国防部讨诶。迄阵这是几名炮兵赢过你知无？啊，我拢了知影毕业，所以家己飞啦。我讲恁若无咧用啊，啊完全完好啦。这30几公顷哦，啊咱又用无了。你这你若家己无，即摆大家拢讲嘛，爱学英语做要紧，有影无？有影我要紧。啊，毋过你若英语做我讲，会了到美国人讲，才会国人讲，个人听命的啦。啊，你若是世界会通，啊你做你这么讲英语，但是你讲你倒位来，你台湾啊台湾这边讲无咩好，只要讲台语有钱通摕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即摆讲台语是叫做是一道，啊听了阮有人咧听啦，所以讲时间，所以吼，阮的时间要互伊。专门部要甲咱讲，咱先怎都爱要紧咱家己的代志啊，要紧是惊，有恁搁较是要紧，恁会阿公阿妈姊妹啊，大家拢有咧讲，这就是大家家庭，啊，佫有想咧，这毋是诈骗集团咧，这是文化部咧，政府的咧，真正。大家人咧真斗咧，你敢好？哎，那像我讲话，咱食袂落，咱是加害的，吼。但我想讲，啊，无咱今日要紧，咱用一个主题甲大家报告讲吼，当然咱的主要是要叫囡仔讲台语，但是讲台语的手路爸爸不是啊，佫有一种的是天天都有一项读，你啥人唔知啊？哦，迄就是咱讲这两项，哦，啊，吼，恁遮咱遮应该是拢时代较济啦，吼，对吧？啊，你家囡仔送来遮台语很酷，就是要跳练台语啊，对吧？吼，你也有心要来加入这个台语家庭啊，吼，拄啊，这个团长。有报告，对吧？哦，大家听，其实这个手路吼，超难的呀，超难的，你知啊？你知吼，咱迄个方言化运动，哦，你个门口会夹一个牌啊，叫做国语家庭，啊，当然你国语家庭讲自己嘛，哦，啊，若讲不过迄时阵利用的吼，就是用手的啦。你若把你家庭讲叫做国语家庭，处理的家庭语言拢要用自己来讲，安尼我就互你调，互你比，互你赢。对吧？就是你有看对啊，对吧？你心情来说吼，所以其实就是道理在遮啦吼，所以嘛，像说回应大会互我的标题吼，伊讲叫我讲咁安怎家囡仔吼，生囡仔来讲台语吼，就我标题安尼讲吼，大概是安尼，我先甲大家面顶小可了解就好，就是看台尔，有兴趣咯，哦，所以关键先来去做调一个物件，叫做文字法。文化资产、文化资产啊，分出两体，一个叫有形文化资产，一个叫无形文化资产。有形你听有啦吼，就是庙啦、遐古迹啦、迄个有形嘛。啊，什么叫无形？你伫咱台语都有看到啦，歌戏啦、布袋戏啊，迄就是无形嘛吼。我问你，歌戏可能是用台语唱，用台语播，对嘛吼？安尼，像咱目前的文化资产就是有保护迄个歌戏哦，有保护迄个布袋戏哦，但是无保护伊使用的语言。哎，来说，你保护这个条件，但是这个条件安尼做，啊，毋过吼，你比如讲我家己举手讲，安尼我要加入迄个国家，我要加入迄个文字法，人就要甲你加入，哦，你爱做一款物件，表现状况，所以我做这个物件，文化资产到咱永远的解说啦，吼，解说你讲解说嘛紧啦，吼，双语政策内面有本土语，毋过203同双语国家迄时阵的政策敢有台语是无的啊。安尼来说吼，所以这是上大的改变，而且咱嘛无去研究去，吼。但这安尼，这大概就是我迄时阵写的文章啦，吼，写当然是长啊，尾后我表，但是我出来就写互你看。其实我就在来讲吼，台湾的国家政策的制定是应该就是社会基础嘛。安尼请问吼，咱就会做350万。安尼表示台面一定有物件机关特别参考嘛，对吧？正的主题就是啊，语言敢真正会当互咱趁钱。对吼，结果伊个是迄个污名化，但是啊，我伊讲吼，诈骗太100箍，嘛是100块钱，对吼，对，所以你先莫家己污名化，我看确着真理，确着你就感觉变200吼，对无？迄价值是共款的哦，所以钱的价值共款，所以咱主要是要甲你讲吼，咱要互囡仔了解就是看
看未来世界吼，所以唔知问恁讲啥咱要还是安尼本地，咱讲脑地啊，脑地的退化较慢，哎就是较袂熟悉嘛吼。啊，退化会较慢，就是讲咱意思讲中期尾，咱都一定会较出是安尼啦。其实你袂讲怪即摆人啊，因为古早人吼较无人天都较袂熟悉，这嘛是因为古早人较无遐智慧修啊。 你都话较实定啊吼，啊，缅北啊吼，缅北啊吼，这个所在大汉的囡仔，你敢知影吼？伊关注嘛是，对吼，这边是大辽国的，这边是辽族的，这边关族的，你安说吼？你讲无共款的人，伊就无共款的话，所以你啊大平民这样来做语言的，所以你看，所以贩毒按头壳教了贩毒啊，这嘛有道理啊，头壳就变好哦，无吧？ 哎呀，有错吼，这个嘛，这我会把，迄就是为来，你看我自然就袂去讲这款话，啊，你个即摆囡仔哪会？因为伊个第一语言是外语啦，哎呀，有错吼，啊，所以迄个研究嘛是讲吼，就是讲你相比哦，伊袂去影响到第一语言，像我都袂去讲马甲巴，因为较好吼，所以大家咱较早台湾吼，澳洲啊，拢是在做伊个，对，伊个引导讲客话，啊，出来拢拄着无论真个人甲伊讲无论话，去学校读册是几个，家去学校才去讲外语，啊，无叫人拄啊讲罚钱啊。 对哦，拄仔去学校，伊话我咧试过啥物，嘛拢讲台语，对哦，哦，大家去甲大家讲，其实台湾，你讲你讲较济多语言，你就读会较好，有啦，刺激真正爱有搞啥？拍一个歌仔讲好。我想其实时代，大家拢知，就是要去想啦，吼，毋捌去咧认真想，毋捌去咧甲考虑。 食啦，干那食尔，啊，佫有诶人嘛毋知影，啦，其实恁即摆知影有要紧无？敢有？敢有？有就较大声诶嘛，吼，啊若有就爱认真啊，好无？所以即摆去都侪人咧顶头吼，真正若家己管而且无啥感觉着，出门就知影讲，其实咱有咱诶本事。 但是咱嘛着爱展现出来，咱拢客气，面对边仔人就是咱来当做你无路用的，对无？对无？对无？头起先咧，我要先请阮的囡仔兄囡仔姊咧，先甲大家展示，来，请各位囡仔兄囡仔姊听起来。哦，阿婆老师有讲过哦，咱今仔日咧是。 哎，对，叫智者、忍者。啊，我问伊哦，伊的角色是小心、小大是小 Q 啊？小心，你看啊。阮是经过队，阮要表演的戏就是过哥哥的选美比赛。即摆先来听阮的队伍，经过队的队伍开始。经过站，经过地，经过食着咪咪咪，大人囡仔拢介意。阮是高水的经过队，啊，赞啊！真的。第一个规个歌手，伫这方的规个歌内底有一间规个歌手，每一个学生拢真水真缘投，敢若有小经过是伊滚滚土唔熟的。好，我当过大考高勇中，参赛银行都有我，我像经过比看，下个比个底，吓死啦！我是个小弟啊，大天是大家人我嘛真爱玩，那有小经过哦，比个歹食，面子拢歹无。我当过比个小弟啊，若经过了，比个若有菜同草味，哈。我管你
个大箍，那就一粒臭石头啊！臭石头。小金龟头仔也无讲话，其他个个个笑甲地顶过，人落个囡仔小人来。小金龟高上尾转去一直咧哭。第二个。小金龟是安怎放落啊？你也毋转来，搁伫遮咧哭。阿母，大家拢笑我无路用，我敢真正有遐歹？无囡仔，大人规个拢有家己的好，生过你，行过芳，啊若咱离过好处遮济呢，会当变做水当当的金龟雕，红公公的金龟派，搁会当变做灰姑娘的马车呢，爱记得，毋通看轻家己。好，我知影。安尼食好，咱倒来食饭。比赛的结果，这地方规个都咧举办上有举办的规个比赛，大家规个拢咧烧钱咧表现，拢咧做家己，敢若有小金龟渐渐在咧后壁。好。龟哥哥，王国的人民，即马比赛开始。好哥哥王，我当龟上主席，有愧啊，应该爱选我。现在有啥物路用？一点仔气味拢无，也无我会知，大家拢介意我，选我。若讲到你，我芳龟嘛上边啊。可惜啦，时龟无够芳，应该爱选我芳龟才对。毋够芳龟，你着通袂通抵抗，啦，小看卡着就会断去。我过安尼。经过计死，爱选我才对。看起来大家拢袂歹，你看啥看？我较介意当龟，我较介意当龟，你会当做当龟。毋过当龟地有灵感，无聊树果子啊，也是树果地较贵。我较介意芳龟，因为伊气味真够芳。可惜芳龟真甜嘛。也是个安尼较切较散出。你实在有够彩，大家拢爱站起来，烦死啊！迄边阁有一粒小金龟也袂讲话呢。大家念念听看小金龟安怎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金龟。虽然外表真歹看，皮阁粗扁扁，也毋过我的肉甲翅会当做金龟饼，我的翅阁会当做喙食物仔，壳阁会当刻做西洋几仔济的金龟顶，希望大家会介意。大家听了拢去点点，可惜公主甲国王欢喜甲一直镜头。讲了真好，金龟饼是咱规个国上介侪人爱食的点心。而且伫西洋几仔节下时，金龟饼嘛金丝是遮好看的。无毋对，真正的价值毋是看外表尔，是爱看细心。小金龟虽然外表无水，但是伊有一粒纯洁的心，而且用途阁真济。我伫遮宣布，即摆龟哥国上有价值的龟哥比赛冠军就是小金龟。比赛的龟哥敢若看外表爱甲人笑，安尼是毋对的。
该爱去甲小经过会室咧接着。会室咧，会室咧，会室咧。所大家规个拢感觉歹势，头咧咧，难过大声出来。小经过是咧，我无应该笑你的胃底。歹势啦，其实你的经过是最好食的，我拢食袂出。歹势，我是怨到你有遮侪优点，才会超过你，若你是泡着头啊。是咧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请你原谅我。无要紧啦，咱拢是龟哥哥的好朋友啊。是讲小经过用伊善良的心记着大家的尊重。从此以后，龟哥国小就无搁再有鄙笑人的代志，因为大家龟哥拢已经学会欣赏个人无共的特质。无毋对，毋望大家拢会当学会晓。希望大家拢会当学会晓尊重别人，包容无同的特质，创造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。阮龟哥哥的选美比赛就表演到这结束，行好，行咧，多谢大家。各位咱的家长哦，你有感觉讲咱的囡仔伫厝的是毋拢无咧讲台语？对啊，拢无咧讲台语，但是经过这3天的排练吼，你有感觉讲这报纸这看啥人上完？来，有谁入关的人？丢网上丢啊！来，不是传播，来传播，切，好，好啊！妈妈，你那个招商干哦，这样我来这手段，哎，踩你手拍，我关起哦，拿去洗头的咯，来，啊，什么人要做底，什么人做下面，什么人做下底，来，啊，你安怎接来？有几种爱做伙？短，点啦。等一下。
红吼伊食材迄个数量伊会项无足少的。啊，当然咱台湾是一个岛屿，所以呢来来去去的阵食吼，伊会甲即个青菜的菜籽哦，无安尼轮来去去来摕来咱台湾。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马街吼，所以阮今仔是一种阮的主题是。 社会我看因的单，伊拢讲，而且会当交出些好朋友，会当讲几学几句台湾话，会当大家做伙佚佗，因感觉足欢喜。毋知因讲真诶啊假，因转去甲你安怎讲？因有欢喜啊无？恁有感觉因有小可进步无？有啊无？有啦有啦。有啊无？有啊无？有咱咱有一个法律叫做啥物法？啊，足好，啥物人讲？立为固，三为定，四为令，五为无，六为归，七为顺，八为和，九变南，十平菜，十一蒜，十二白。好，咱迄个正式开始。 Beautiful 淡水 this is Island Formosa.
爱台湾好台语，带台湾某，搁伫淡水去北医甲教堂，一世人爱台湾。伊为着要赶紧解决讲话问题，会甲饲牛囡仔学台语，嘛常常摕表仔互因说。This is what you are. 财务师，请问你对倒位来？Canada。安那大？你是讲你感觉较大，我感觉较小。你看，因拢甲我笑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。你大家，你敢知马街要甲台湾人放过偌济喙齿？唔知。你有看卖？哦吧。唔对，2000，唔是21000起。21000起。做餐人出身的马街，嘛是关心台湾人的生活。咱看到台湾人食的菜这么少项，特别对外各早7种菜式介绍予台湾的农民。有高丽菜、樱桃、红菜头、蛤蟆豆、青花菜、绿菜甲青菜。原来高丽菜籽是伊摘来的哦。哦，毋对，即摆嘛有人甲红菜头头甲发明做马来的。我知，就是咱小海的红生啊。是红林里。哦，是红林里。你学味道哦。已经遐随讲随下台湾书传教的坚持，影响真济台湾人。伊毋若是教会马街，嘛是台湾人的马街。即摆阮想要甲大家分享一首马街的台语诗。我全心所听上的台湾，我的青春拢献予你。我全心所听上的台湾，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。然后，下来，多谢大家。多谢各位特别的小朋友哈，咱接下来要来做班长。讲台语，大家讲台语。白追，阿好，若讲爱叫做姐姐，你甲叫阿妈。